啊大囝搁惊新妇，啊这种后生都生出来唔知要创啊，早知生出来就甲地死啊！你咧。我觉得反差蛮大的啊，但基本上我是本色演出啦，就是。我觉得这个戏大家喜不喜欢？你们要好好就是学书秉孝，学哪一点？学哪一点？在困境中找方法。那当然有些东西不要学，但是跟妈妈的感情这么好是一定要记住的。你真的不要教坏小孩，好不我好？是说跟妈妈的感情好，因为感情好才可以跟妈妈要钱。如果你们不孝顺妈妈，你们就不要钱。对，我觉得说的有一些的歪理。书比孝要传达的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要敢跟妈妈要钱，就一定要孝顺妈妈，要跟妈妈的感情很好，也是有这个理由跟她要钱。哦，是，哎，好像这样有点被歪到嘞。那我回去试试看，跟我妈妈用这样的方式要钱。有，我妈妈一直跟我要钱，因为我跟她的感情很好。很好，好。那讲到大美，你自己的心情呢？你说我吗？对你自己角色的一个突破跟感觉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我很谢谢大家这么的喜欢大美，这是有点我意料之外的事情。大家反而对大美那么真性情，感觉到很喜欢这样。对，这都要拜我的好闺蜜佩佳所赐。佩佳不要客气。佩佳几个那种感情戏，尤其是那种没有办法放下的那种感觉，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个呼应到吗？其实应该大家生活当中多少都会遇到这样子类似的感情，可能没有到小欧这么痛那么深刻，可是一定会有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所以就是希望有把小欧那一种很内心很深层的情感有把它演出来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到。那当然就是跟婆婆的相处啊，如果说你有种的话，你也可以学习哦，这样子跟婆婆相处哦。现在的女生都挺有种的，其实蛮爽的哦，就是真的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你都不要我有一幕呛心玲姐，其实我心里面超开心的，我想说我何德可以这样骂一个长辈，是不是？借题等下，咱在场吼，现场听的吼，笑春拄煞，唔通听伊在台顶讲的转去位啊，甲恁大家看，大家在咧呛声。这种代志哪会用咧做的？你这款吼三八幸福，要三八到五春。林哥，我真的觉得你是最理性的。对啊，哪会用咧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上不好，还骗老母200万，啊，搁为我这嘛骗200-300万，这个上不好。这个吼，你较等哦，若甲配水暖，我袂替伊求情，啊，这个也无效。对 ，Darren 呢 ？Darren 怎么办？哦，大囝。啊，大囝搁惊新妇，啊，这种后生都生出来唔知要创啊，早知生出来就甲地死啊！你咧。当然，你自己讲讲，那个就是挑战的，就好像跟一般大家对你的印象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反差蛮大的啊，但基本上我是本色演出啦，就是。本色及本性演出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角色演得这么孬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就是大家觉得我出古中真的太逊了，在家怕老婆，然后在妈面前又是好像没有用，又不是太孝顺，又假装很孝顺这样。好，我们的婆婆来做个总结。首先，我要谢谢大家，我们在这里都很热，我知道你们很多是8、9点就来，对，一早就来了。谢谢你们，然后看到人山人海，我们其实真的是很感动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然后我觉得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，会受到大家的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很贴近我们的生活。就像我其实常常也会跟我婆婆抢，也会跟我妈妈抢的，是不是？抢完之后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人生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，包括2020，都让我们知道更珍惜。然后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戏，然后我们也会很珍惜跟你们，然后跟这个大家观众还有这个环境，我们希望呢，真的期待可以有第2季来跟大家见面。好。